好希望你繼續成功。咁啊，我會繼續努力嘅，係啊。再有好多嘅高峰，除咗舞台同埋去玩車啊、跑車嗰方面啊，同埋其他嘅範疇嘅高峰，我哋會支持你嘅。英國嘅華僑，我覺得希望大家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動嘅人嚟嘅。好動係因為我覺得係喺本身嘅性格上面咧，我其實中意賽車係咪中意？我覺得有時我都會講話點解中意賽車？我覺得我中意與風同行，因為我覺得當你揸住架車，你可以感受風同你一齊去行嘅時候，我覺得呢一個感覺係好正嘅。我好想去，譬如我自己都有諗過啊！我嗰陣時我有多年前，跟住我自己話啊，我都想去試下學揸飛機喎，揸直升機啊！即係我覺得自己去試下點樣可以喺天空裏邊飛嘅。咁但係諗下諗下都係唔好住啦。啊，仲有好多嘢要做嘅。咁啊，所以有好多項目我都會中意嘅。譬如唔係淨係單止係中意賽車運動啦，因為我覺得賽馬運動我都中意嘅。所以我自己亦都要養馬，樣樣都係因為今次我出席 Ken Kirvan 喺呢一個皇室嘅 polo， 即係打呢個馬球比賽啦。咁其實都係代表 Ken Kirvan 嘅一個其中嘅一個 ambassador。咁今次我亦都會第一次會同阿 Owen， 即係阿奧運，大家都以前好熟悉㗎啦，英國嘅一個球星啦。咁我亦都好中意佢嘅。當時我覺得好多年前嗰陣時，我睇一睇世界盃。世界盃啱過咗啦，我記得世界盃嗰陣時，佢啱啱踢第一次世界盃嘅時候，直情係一個新星湧現，即係好似而家嘅尼馬啊咁樣嗰啲佢哋，即係我覺得 Owen 嗰陣時係即係俾我感覺係好遙遠嘅。但係今次我覺得喺 Ken Kirvan 佢亦都能夠可以係好有慧眼，即係覺得Owen 亦都好適合，因為佢係一個英國嘅本地嘅一個。當然佢退咗休嘅球星啦，但係我覺得喺佢嘅本身佢嘅態度啊，或者係佢嘅另一邊廂，原來佢係為咗踢波，雖然踢波啦，咁但係佢最主要嘅一個人生觀，其實佢好想養馬。咁變咗，我覺得有某個 moment 裏邊，其實自己都幾，因為我亦都好中意馬，因為我覺得馬幾似自己嘅。因為馬你一出閘，其實隻馬就會係。當然係競賽嘅馬呢，佢哋係會好勇往直前，就會衝個終點。佢唔理你發生咩事，佢嘅信念就係一定要衝終點。就算跑傷自己，佢都會繼續去跑。咁我覺得呢個馬嘅精神，其實我覺得就幾似自己。咁同埋你見到馬佢本身個外形就係好俊朗啦，好大隻啦，好有線條啦。咁呢個亦都係我自己對一啲，我覺得馬有一種。俾我感覺係好整體性嘅，同埋因為佢係一個好有性嘅動物嚟嘅，佢好乖，佢天生好純。咁但係佢又會經過訓練之後呢，佢係可以好即係能夠可以發揮佢自己嘅潛能。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都喺呢幾年裏面自己都有養馬，咁就更加懂得即係養馬嘅樂趣啊。咁同埋當你養馬，當嗰隻馬去比賽嘅時候呢，感覺上好似自己落場一樣。好似自己要繼續，好似細個嘅時候咧，做喺運動會第一次參加比運動會嘅時候，你會感覺上，咦，哇！我要比賽喎，嗰種心情。當隻馬出嘅時間裏邊，雖然唔係我去跑，但係隻馬去跑，個感覺都好似自己啲孩子。即係我當然冇細路仔啦，咁但係我嘅感覺上就係好似睇翻自己以前參加運動會嘅時候嗰種感覺。咁所以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同埋即係養馬嘅運動亦都係一種 gathering 啊，即係同啲朋友啊、你啲團隊啊。咁就可以喺一個賽事裏邊，就可以集合晒佢哋一齊，然之後為自己外區打氣啊咁樣。我覺得呢啲係人生裏邊，我覺得係當你成長呢個階段，我覺得係會比較有啲活動可以同大家一齊去參與嘅。咁但係當然賽車就喺賽車嘅場裏邊呢，就會係揾到另外一個樂趣啦。頭先我亦都講咗啦，所以我覺得好多方面我都好中意 sport 嘅，咁就。我又會中意踢下波啊咁樣嘅，好多運動。好開心可以 share 到你咁多嘅運動。係，不過呢啲都係運動。其實喺個運動裏邊，其實我覺得係喺某程度上面嚟講咧，其實呢啲所有嘅運動係都能夠可以配合翻自己嘅工作。又喺嗰啲運動裏邊去揾到一啲工作上面嘅一啲啟發，咁變咗令到自己喺舞台上面，可能喺某 moment 裏邊咧，其實都會能夠 keep 到一個好嘅狀態。
咁所以今次喺倫敦今次呢個演唱會上面，其實我都準備咗好耐，希望好快就可以同大家喺舞台上面睇到我嘅表現。咁希望到時見啦。